有一間學校，我哋單基金咧就負責係俾錢咧就扶貧嘅。咁呢班小朋友咧，同埋有一啲好多嘅家長咧，都會好感激我哋，所以咧就喺度有一個叫開幕嘅接收儀式。點會我哋依家咧就嚟參加呢一個咁嘅開幕儀式，順便嚟睇下咧，究竟呢間學校我哋俾嘅錢扶貧裏邊可以有啲咩收效？仲有我哋就會有一啲叫捐助啦，大家有好多物資。同時間我哋仲會一陣間會派發俾佢哋嘅。詳細嘅話，一陣間開幕嘅時候，我哋會再拍俾大家睇下㗎啦。羅丹、曾文清、張文超、梁明、尹新流。明白我哋話。哎呀，好厲害！等，吹點。搞掂未？大家好，依家我哋嚟到一個叫鷹潭園嘅地方。我哋依家會喺依家咁嘅小學裏邊咧，會進行一個叫做資助嘅。一陣間我哋會同一啲小朋友咧繼續會交流下，睇下佢哋咧個心靈上有咩需要。到時嘅話，我會大家溝通嘅時候再繼續陪佢大家報道嘅。然後希望排糖很痛。送給你啊，這個，來一個。一個人一個啊，謝謝。再吃了已經。好吃嗎？啊？指頭不要亂丟哈。嗱，仲有一粒咧，我自己食嘅。開心嗎？開心就笑一個哈。開心嗎？大家開心嗎？有糖果了，有糖果開不開心啊？來，這個好的表情，我喜歡你，來，拿多一個，那你啊，你都拿個了，一顆。你們手上東西都拿到了吧？拿到了。等一下去照相，等一下叫你們可以照相哈。跟老師走，跟老師走，來，跟老師走，乖，聽話。佢哋要攞，乖，走啦，來，你現在吃着啦，就是還要來。給一個，我給了你啦，我給了你。你一個都沒有嗎？給我。等。沒有。救命！來，最後了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這裡還有一個，這裡。你有4個糖啊！吃過了。喂，你們要什麼？來，慢慢來，不要搶了就不給，清楚了沒有？一個，來，回去。來，走。來，又搶就沒有了，當然要了，走了，來，又拿，走啊，還有誰沒有啊？走了，回去，來，回去，那你呢？你拿了沒有？來，讓我找看。
小朋友真的很瘋狂，就是為了一個個糖果，糖果是很重要的一個溝通的物品啊。